就響今日，天宇迎嚟咗盛大嘅收樓啦！但今次唔止天宇收樓咁簡單，我們想讓業主看看房子裝修前毛坯的樣子，毛坯初建，序章已起。成班團隊為咗高品質嘅交樓同埋服務，隨時 stand by。歡迎業主回家，用心服務從嚟唔係得把口講，從賣樓到收樓，我哋一齊喺你身邊。正因為有團隊默默嘅付出，而家天宇、天戀全部都係實打實嘅現樓，現場更係一次超預期嘅兌現。當然住響呢度美好嘅生活唔單單響小區入邊，跟住我嘅鏡頭一齊去體驗下屋企門口嘅精彩生活啦！屋企門口就係中山人才公園，朝早散步 City Walk 落樓就到啦。隔籬就係旗江新城嘅全民健身中心，今年3月份就動工啦。附近仲有石岐小巨蛋、運動館、文化中心等等，呢度配套越嚟越成熟，散步、行街、運動，樣樣都滿足晒。呢啲只係生活嘅另一面，想知道住喺呢度究竟有幾咁方便？下期嘅生活指南2帶大家一齊去感受下呢度嘅精彩生活。